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继续要来讲武汉肺炎啦吼。今日台湾无新增加的这个确定诊断的这个个案，即阵拢总也是维持伫咧42名这个案例啦吼，1名死亡，12名已经来出院吼，其他案例病况嘛是真稳定吼，继续伫咧大院隔离当中。另外，咱要讲到这个全球的疫情已经超过70外这个国家拢有验出到这个致病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患者啦吼。尤其咱讲到除了意大利以外啦吼，欧洲西南边的这个西班牙吼，确诊这个病数吼已经嘛该超过100个吼，佫有发生头一段这个患者救不起来，过往这个不幸啦吼。咱看到这个中东这边咧，上届严重这伊朗一日内底佫增加到835个这个病例啦吼，连国会这个议员嘛有23个互胃着病，死亡人数咧嘛是直直咧升悬，增加到77个，敢比中国和意大利佫较减啦吼。咱讲全球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咧炭烧，根据这个中国的统计啦吼，若是讲你是糖尿病这个患者，还是讲这个武汉肺炎死亡率是比这一般患者是8倍啦吼。另外咧，国内医师嘛指出着讲，确实你若是有这个西药剂啦，还是糖尿这个患者吼，真正致病这个部分吼。真正死亡率拢是比一般人佫侪几啊倍啦吼，一定要特别来注意。不过今日这个陈时中部长嘛特别讲吼，气温若是悬，这个病毒死的这个机会是佫较悬的啦吼。啊伊嘛预测啦吼，讲这个疫情热人的时阵，就来放较欢。咱今日就要讨论到武汉肺炎对咱台湾对全球疫情的发展。这边咱邀请到4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台湾诊所协会发言人麦建峰。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国医院生技药研所这个主研究员王文杰。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发言人林家。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发言人林家。第四位咱要邀请到桃园机场客运车主委会主委黄良义。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哦，咱要带大家先来看讲，即阵哦全球疫情真正是袂当讲吼收煞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到中国即阵虽然咧放缓，但是即阵哦意大利的这个疫情佫传到去中国内底啦吼，安尼互相相拖来相拖去。啊，全球疫情咱嘛先带大家来看一张图表啦。咱看到伊朗、这个韩国、意大利、日本这个部分啊，咱讲确诊的这案例哦，这个伊朗咱头拄讲到2000外例死亡案例已经来到77例啦吼，是中国这个。以外，死亡病例上侪这个国家死亡率是这个5.5%，是全世界上悬。啊，因这个卫生部长、这个副部长哦，佮这个副总统拢着病啦吼。咱讲着韩国，昨嘛有讲过吼，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差不多要过5000例啊吼。啊，总统伊嘛宣布着讲，亲像这个地区这个部分啊吼。危机已经来到称甲上悬啦吼，啊，全国政府即阵已经是24点钟，随时咧戒备当中。咱嘛讲到这个意大利这个疫情啦吼，是上严重的这个欧洲国家，啊，可能会有新的这个措施，就是新的这个隔离的红区啦吼。咱讲因11天来，即阵称甲2000外例吼，所以这个趋势是欧洲上严重的这个国家。另外咧，看到日本这个部分，宣召公主号差不多687例，死亡案例有6例啦吼，啊，这个在地确诊的这个案例是287例啦，死亡嘛是有6例。这个安倍伊嘛希望吼，后礼拜就在完成着立法啦吼，伫咧新型流感等等这特别措施，啊嘛写入去这个新冠肺炎啦吼，啊，但是伊讲即阵也毋是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这个状况。所以咱讲到这个全球疫情拢在失控当中啦吼，就要带大家来看讲，这个进一步因的这个措施是啥，咱先做伙来看。移动武汉肺炎疫情的确诊人数，佫出现真惊人的数字。过去24小时就新增加835例，累计已经达到2336例，死亡人数嘛佫增加11个人，累计77人。敢若比中国甲意大利较低，疫情嘛去影响到政坛。2个官员致病了后死亡，也佫有23个国会议员感染。就算讲是安尼，最高领袖哈米尼伫咧当地时间初3也是表示无遐尼严重。بلای اونچنان بزرگی نیست از این بلاها بزرگتر هم وجود داشته و داره خودمون هم در کشور مواردی رو مشاهده کردیم 哈米尼强调，公民就会当透过祈祷来度过灾厄。啊，毋过半岛电视台报道，哈米尼已经下令武装部队加入去防疫工作。另外，为着避免加压群众感染，伊朗政府嘛暂时甲超过54000个病毒检测是阴性的犯人放出来，但是无包括互判刑5年以上的重刑犯。
南韩测试早起阁通报516例，累计病例超过5300例，累计32个人死亡。军队是新增加3例，达到34例。因为疫情的冲击，南韩政府测试变动药，宣布另外编制1.7兆的韩国钱，共买新台票3000亿预算，加入去防疫工作，甲振兴经济。 추경 규모는 총 11조 7천억 원 규모이고 이는 세입 경정 3조 2천억 원과 세출 추경 8조 5천억으로 구성되어 있습니다. 日本疫情共款嘛真严重，到测试早起9点为止，日本境内累计病例280例，若是搁加上泉州公主号，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000多人，而且有12个人死亡。 政府嘛已经向先山乡采购320万个喙罨，会优先发放确诊人数上济北海道，当地每一户平均会当领到40个喙罨。311当日本大地震的官方纪念活动嘛取消。欧洲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伫咧当地时间初3破2500例，死亡人数达到79个人，确诊的病例一直增加。 意大利政府考虑对疫情变严重的地区，佮新设隔离红区。若是进前感冒的告状，外国媒体报道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 附近的西班牙是伫咧当地时间初3通报第一件死亡病例，患者伫咧2月中过身。德国累计病例嘛要到200例，法国是超过200例。总统马克宏初3表示，疫情真有可能阁会拖几个月，已经宣告防疫就那就是伫作战，而且下令停用喙罨。英国累计病例超过50例，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发布防疫作战计划。首相强生阁警告，疫情拖开高峰期的时阵，阁来2%的劳工可能因为安尼来破病。啊，毋过记者问伊讲，为着防疫敢会停止握手？强生表示，伊袂安尼做，接洗手才是重点。 I'm shaking hands continuously. I was at a hospital the other night where I think there were actually a few coronavirus patients, and I shook hands with everybody. You'll be pleased to know, and I continue to shake hands. And 啊，若是伫咧澳洲，进前确诊病例39例，民众大家拢真惊吓，超市内底出现抢买卫生纸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超前，这个部署啦吼，台湾这地是做了真好。咱看到这个欧洲地区、意大利、这个西班牙等等这些地区啦吼，已经出现着这个小连续探这么济这个案例出现啦吼。咱这个亚洲这地区嘛看到韩国、日本这案例直直咧产生啦吼，啊，地区这个所在已经失去控制了。咱佫讲到这个美国这个部分啦，咱看到美国即阵吼武汉肺炎疫情是继续来扩大当中啦。咱看到确诊这个病例差不多是108例啦吼，啊，这个境外移入的案例就是泉州公主号差不多45例啦，中国有3例，啊，境内感染有这个60例啦吼，其中上严重就是咱讲的这个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啦吼，这地啦吼，这个有18例，啊，其中死亡案例有这个9例啦吼。 另外咧，你讲到这个 Washington State 这个部分哦，就是讲因这个长期照护这个机构内底哦，做 Life Care Center 吼，这个部分哦，内底院来感染哦，差不多拢是有这个6个人吼来得病啦吼。啊，其实啊嘛看到这因这个防护者啦吼，其实是做较无遐尔较全，所以就讲吼，这个中国这个咱讲到因这个美国啦吼，国防部的这个官员就按算讲30天内可能会演变做是全球的这个大流行啦吼，所以。 咱先来请医师啦吼，安怎看讲？这个美国这个讲的吼，全球大流行，尤其除了这个美国，虽然因这个案例差不多108例啦吼，啊，咱看到欧洲的部分，也是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部分，其实对全球疫情真正是已经是大流行，唔是即阵可能30天后才有大流行的这个趋势。 对，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吼，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是对咱人类来讲是一个完全新的病毒，是。所以讲，咱大部分的人拢对这个病毒无这个免疫性吼，所以伊要一个喂一个是真紧。是。那么咱看咱伫台湾，咱超前部署其实做足早，咱伫咧正月底是其实伫武汉肺炎。 消息传出来时，咱都已经开始做登记检疫啊。所以咱看咱的即马42个案例内底，第一个咱其实是无人机顶都甲拿落来，都甲查落来。那第二个、第三个是伫咧入境登记的时，迄当阵就已经查落来。所以咱的超前部署是足早的。迄当阵咧做这个代志的时，疾病管制中心嘛是受到真大压力，是咱真正感觉对这件事情，遮尔啊伫谨慎，遮尔啊伫。 烦恼，但是甲差不多咱新正的是，就是咱旧历过年这时阵，咱就发觉说了哈，这个案例有大幅的上升，是因为大家春节往返，迄当阵不只是民众吼，其实包含咱医疗人员、护士、医生嘛是压力真大，是真侪的科别吼，真侪诊所伊的。 喙罨、伊的防护罩、伊的护目镜都无够，但是咱的疾病管制组真紧的时间来到知影讲这个问题，甲会动经济部，甲咱全台湾的这个最大的工厂做这个征收的工作，所以在这个物资的提供顶悬，互咱阮尽真大的
帮助。除了基础之外，咱嘛透过真侪，咱已经在不论是医师工会、诊所协会，还是各医学会，咱透过真侪的赖的群组，不断把新的讯息拢放出来。所以真紧，所有医生都知影讲，这个病毒是安怎传染的。可能有啥物镜头，那啥物缓假咱需要注意，啥物旅游的情形咱需要注意。另外就是讲，透过1922不断这个电视的放送，即马咱的民众嘛是愈来愈知影讲，咱这个防疫毋是咱一个医护人员的代志，是全民的代志。所以我记得阮今头开始咧做这个发烧筛检站的时，有一寡旅游史的患者来到阮的门口，诊所的门口讲歹势，你去过中国，你去过香港，去过日本，袂使入来是，因会生气。即马袂啊，因电脑甲阮讲谢谢你啊，谢谢你告诉我，我即马去打。所以咱即马台湾伫即部分的步调是我感觉行了袂歹。有影啦吼，这个台湾真正是做了真好啦吼，尤其咱讲这个喙炎，这个徛命济啦吼，毋然这个韩国咧14啦吼，这个法国嘛对咧14啦吼，另外讲这个喙炎禁止出口这个政策其实咯，这个全球有侪国家嘛已经开始咧做啦吼，所以咱讲这个部署者吼啊，喙炎也好，还是讲这个体检，也是讲做一寡检疫这个部分，台湾这地有影做到够啦吼。但是有影做到够的，佫有一项代志，就是要安这个民心啦吼。尤其咱讲到吼，对抗这个武汉肺炎，即阵是有这个解药，或者是这个瑞德西韦啦吼。但是这个解药，伫咱这个合作之下吼，其实咱嘛有当合成出来吼。尤其拢讲这个是这个合成的这个部分啊，啥样讲合成咧？其实迄个瑞德西韦这个药啊吼，其实伊也有3个部分，去组成的。是。组成这个因为阮是化学背景的，所以其实阮看到这个伊生做这个安怎，阮咧讲结构啦，伊就是生做安怎。其实阮就去拆解，阮就去看伊摆对一个原料开始做这个制作。是。当初阮2月2号开始启动这个任务的时阵啦，阮院长啦，还是所长，甲阮的任务就是讲。阮就是爱按民生，后盖有需要大量做制作的时阵，咱国内有这个科学家，有这业务的专家，会当去帮助药厂做量产的动作。阮当初去2月2号开始启动的时阵，其实阮有拄到问题，拄到挑战，就是原料欠货。欠到即摆，阮即摆已经完成啊，佫有货还未到。佫好货还未到。对啊，所以阮就用阮。学的这个地形，阮就对头从前端的迄个原料开始做到上重要迄3个部分。是。所以其实阮伫这10几工来，其实阮是无眠无休困去拼这个进度。所以阮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毫克级，就是2月20迄个蔡英文总统宣布的这个部分，那嘛是阮国务院第一个做出来。阮就是把这个中有需要经过的。标准品，我拢建立起来，所以阮5天后2月24号，阮就完成攻克级的制作，然后纯度会当加98%。98%。所以表示讲，阮其实国务院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阮的目标拢是按民生，阮嘛毋是咧拼紧，但是阮的执行，这个做出来这个方式啊，有可能后盖会当。转互药厂，会当做大量生产的这个部分。是，咱讲到这个自这个瑞德西韦啦哈，自这个好克甲公克尾啊吼，可能有较纯度较悬的公斤级的这个部分啦吼。这是安怎去纯度去做区别的？应该是讲毫克、公克百克公斤这是3、4个无同款的。删除啦，删除吼。咱每一个咱就是即摆阮的纯度虽然是98尔，毋过你也真正要做到公吨啊，还是公几啊百公斤呢？迄可能就是伊的纯度爱有药典去标准，爱去遵守药典的标准，可能爱99点几迄个纯度，才法度做这药啊。毋过其实因为瑞德西韦的伊基本底是注射。伊毋是用假的，所以伊内底佫有含一寡迄个配方伫内底，所以这嘛就是原厂有迄个授权，提供这迄个资料互阮，咱才有法度做后段迄个针迄个注射的这个针的迄个配方。讲到这个原厂还是这个授权吼，咱即阵咧做是这个准备。尽量卖用就卖用，因为咱讲这个台湾控制了真好，即阵42个然后，若是讲真正有需要用到这个药啊这个部分吼，尾啊这个量产的部分，爱经过这个美国这药厂先授权然后，咱才有法度去这个量产去做啦吼。咱先来看讲，
其实咱头拄有讲到这个，咱国卫院啦吼，伫咧2月初2开始接受到这个任务，接受到这个部分的开始去做。伫2月24，咱嘛完成这个顺度97%的这个攻击级的这个合成啦吼。其实毋是干那咱做，这个中研院嘛有咧做啦吼，因团队嘛有合成这个咱讲瑞德西韦这个药物啦吼。其实咱国卫院伫咧过去，咱讲伫咧预防下这个开发啦吼，有4项，进前有讲到这个合成的这个生态啦吼 ，DNA。这个电阻病毒佮次单元的这个预防下这4方向来进行，咱讲了合成这个生态甲这个次单元这个疫苗是短期内吼看到会当虽有这个效用啦吼，咱讲这个 DNA 是讲电阻病毒吼，这个部分是讲较长期啦吼，若是讲拄到这个武汉肺炎吼，一年来甲你来一摆啦吼，可能咱就有法度去用这个 DNA 甲电阻这个病毒的方式去甲做预防下这个开发啦吼，所以咱国卫院伫即块嘛做真进前吼，甲这个中研院这个合作，还是讲有合作，佮有竞争的这个部分无？其实我专门就是瑞德西韦这个开发的团队吼，其实你卖我嘛毋是讲竞争啦，我是讲台湾就在上悬的这个单位，大家拢对这个药做有兴趣。是。嘛，因为 WHO 讲过，有可能嘛，有可能是治疗肺癌上有效的一个药啊。是。所以为什么阮的团队要投入来，中原的团队要投入来？其实阮可能做出来的技术拢无啥共。伊可能用 A， 或者用一个方法，阮用另外一个方法。其实后界需要去整合的时阵，也许嘛有可能是阮2个单位共同去合作后，药厂去做这个临床的动作。是做伙去合作啦吼，虽然这个技术无共，但是这个真正有需要的时阵，再来做伙过来讲大家都会做较好，会当推着去这量产这个部分。是，咱就先来抓讲，咱虽然有这个解药，但是咱讲到吼，这个慢性病，你若是有这个西药剂啊吼，这个中国的这个案例啦吼，也是讲你肝脏机能较这个恶化的这个病人吼，亲像咱头讲，西药剂糖尿这个患者吼，其实得病这个几率是较悬，咱先做伙来看。中国2月中的流行病数字显示，7万外的武汉肺炎确诊者当中，有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达到1成，糖尿病第2悬是7.3%，死亡率是一般病人的8倍。台大病院小儿部主任黄立斌指出，慢性病确实会让病况变差。过去病人脑细血脂或者是糖尿病、肝衰竭，得到肺炎的重症甲死亡率拢偏高。这3种慢性病呢是国人比较常见，而且免疫反应会变很差的疾病。那这3种慢性病呢，在很多其他的肺炎，都是会使得重症率跟死亡率翻好多倍。所以有这3种病人要特别小心。糖尿病卫教学会指出，有的患者因为唔敢出门，家己停药，造成血糖升悬，颠倒互家己离搁较大的危险当中。呼吁一定要遵照医生讲的，好好接受治疗。另外，针对国内院内感染搁新增加一例，要厘清感染源头到底是伫病院还是社区，医生建议会当采检其他的人来厘清。就把这个院区所有的工作人员抽血验抗体，如果有人有抗体，就代表他被感染过了。这个是一个可以辅助的方法了，包括医生、护理师啦、清洁工啦、行政人员，全部抽个血去验抗体看看。黄立斌认为，若无验出抗体，就代表可能并不是院内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嘛提醒，武汉肺炎死亡率比一般流感悬，其中中国达到3.6%，比全球平均悬。WHO 呼吁各国，除了旅行的禁令，嘛必须要做好社区防疫的准备。记者林淑明、吴家宝台北报道。所以，若要互这个治病这个患者吼，自这个轻症，莫互伊这个重症，还是讲最后变成死亡。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瑞德西韦是一种解方啦吼。咱看到这个美国有这个临床的这个案例开始做啦吼。咱透过这个合成嘛，做出这个纯度差不多98.4啦吼。所以咱即阵嘛带到这个咱合成的这个工具伫吼，咱继续请博士来甲咱解说一下。这就是阮当初2月24号做出来攻克级，这内底有只1公克左右的瑞德西韦，出来就是安尼白色的粉末。是。主要就是阮嘛是开5工对毫克级的变甲攻克级。那就是阮现前的任务就到这为止。是。嘛希望讲这个药
4月，我哋以后的临床的早期出来结果真正是袂歹，上好互咱有一个希望，会当来治疗这个肺癌。所以咱讲这个药啊，真正是准备啦吼。对，准备掉。上好卖用都卖用啦。是。所以不过咱嘛是真感谢恁，就是讲吼，咱看到咱这个国卫院这个团队啦，佮中研院这个团队，其实拢是真用心咧做这个合成这个药物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疫情真正若脱开，真正咱就使收到这个药厂的这个授权了啊，咱就使甲这个去做量产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要继续来讲到吼，这个医疗人员吼，除了这个药物会当救人以外，这个医护人员嘛是救人这个一个重大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过去咧讲吼，2月20迄当阵啦吼，2月23啦吼，这个陈时中部长迄当阵后讲话讲禁止这个医疗人员袂当出国，嘛引发着这个这个讨论啦吼。继续咱要请这个林业啦吼来甲咱解说讲吼，其实这个卫福部还是讲这个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这个部长啦吼，针对医疗人员限制出国，伊讲即阵这个部分啊，有这个法律这个来源，佮有这个根据啦吼。医师法还是讲特别条例第7条，拢是有这个依法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这个工会者嘛有其他的诉求，亲像啥物咧？这件代志吼，其实就引起大家的反弹，因为是23号，拄则主持人讲过，23号迄天，迄个部长就伫伊的记者会面顶就讲，自23号迄天开始，就要禁止全部的医护人员出国。毋过迄个时阵，伊就是口头安尼讲的尔，伊无迄个时阵法律嘛还袂出来。是，即马有一个，就是拄则主持人有讲的迄个新的迄个法案。但是迄个阵是无。是。所以一开始大家一听到就感觉就无受尊重安尼啦，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足严重的代志，因为。这啥讲，就是因为阮伫病院内底，其实长期以来就是讲，阮人工无够，就是阮若是要放假，还是讲要请假要出国去耍，因为阮即马就是病院，私立的病院的住院医师拢有劳基法，劳基法内底就有讲到，特休的部分，但是法律伫遐，阮要去请，这就是一个美角，因为阮人工无够。的情形下，我若是要请假，就是讲可能爱伫每年的迄年初，就爱报备啦，爱先讲。迄个时阵就是讲，譬如讲每一年正月的时阵，阮就爱大家去登记讲，你当时要放假，因为袂当有出现讲同时间有2个人要放假的这种情形，安尼病房可能会无人，所以这对阮来讲是真重要，因为阮这个做阮这个食这个头路的迄个伊的特性就是安尼，就是假日有当时嘛爱值班，过年嘛毋是讲真正有他休讲5天6天安尼过年安尼，有当时过年嘛是爱去病院做工课，系啊，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时阵，大家拢感觉足无满意的，就是因为安尼啊，因为。迄阵就是伊的法案还袂出来，就先安尼讲，伊迄个指挥中心有啥物想法，其实阮拢尊重，因为我嘛知影即摆是一个就非常时期，其实伊若有啥物想要伊若讲有啥物措施，阮拢会尽力去配合啊。毋过因迄时阵，这个禁令。竟然无含阮医生讨论，阮是感觉讲这上大疑虑伫遮啦。对，就是咱看伊买手，咱嘛有看到讲吼，若是真正有取消出国啊，无论啥物国家啦吼，会当专业拢来补偿啦吼。其实咱看到这个补偿这块，嘛对真侪这医护人员是拍一支针啦吼，就是讲真正伊有尊重这个医护人员咧看啦。其实另外嘛，依照着咱讲的这特别条例内底讲补助，也是讲津贴啦吼。医护人员即阵这个陈时中部长有讲啦吼。逐人逐工提供差不多5000到1万啦吼，具体这个细节也搁咧讨论当中。咱讲医师哦，这个一工1万块，护理人员逐工吼是这个5000块啦，其他医术人员是差不多逐日是2000块啦，行政人员是逐日这个1500块啦吼。所以咱看到因只要做一寡改善，还是讲这个细节的部分，当然也是讲搁要去讨论，但是伊这大方向。
咱工会者敢有认同？其实阮为23号迄天，迄时阵就是有媒体来访问，阮有送公文去互卫福部，讲若是要推测这个法案，爱需要纳入阮基站的心声安尼，嘿，就伫24号、25号甲27号，阮有去开会啦，嘿，开会了后就是即嘛有即个新的法案，内底就有较幼路的即个规则有出来，嘿，毋过拄则主持人讲的迄个津贴甲补助迄部分，甲这出国这是无共款，嘿，迄是另外讲，若是嘿有定照啊，有需要叫。譬如讲，甲病院内底的医生调去海关，遐做迄个防疫，迄一工1万块，这是无共款的代志。嘿，毋过即马讲吼，出国咧专家的补助、专家的赔偿的部分，其实伊的细节是啥物嘛还袂出来。嘿啊，这个部分阮工会是希望讲，若是卫福部有需要，阮嘛会当提供意见，看卖是阮医护人员。是感觉多一种的方法，对阮来讲较是合适。是，嘿，所以咱讲到其实咯，医护人员这个劳动权益这个部分，真正袂使甲拍无去啦吼。所以咱看到其实咯，昨伫咧这个立法院内底，这个立委陈碧慧吼，基进这个立委啦吼，伊嘛针对着这个医护人员这个劳动权益嘛做出这个讨论啦吼，咱先做来看。那再来，伫工作时间顶悬，以及着医师相关社会基层的，包括社工。包括着即个护理师等等，这拢应该是建立台湾安全卫生的这个足重要的工作人员。有可能大家人想要拼经济，但是伫拼经济前提之下，你伫拼经济目的之前，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性命通开。即道的武汉的肺炎，我想大家人拢真关心着即个医师人员的健康甲效率。当然因状态无好，一定嘛无法度看好即个病人。最后呢，我伫遮希望讲，请大家互医师人员更加侪肯定甲支持，嘛希望行政院会当甲拄则讲的即个实质的奖励甲补偿，透由着拄则讲的特别预算，或者是即个有备金的部分来替因做一个规划，那互因至少咧战斗的过程会当过了较爽的，好唔好？好，感谢 ，thank you。真正这医护人员真正拢是这个台湾的这资产啊，尤其咱讲培养一个这个医师吼，这个医学院爱读7档啦吼，其实这个护理人员因咧栽培，这个技术嘛是爱真用心去甲这个拍拼出来啦吼。咱讲真正亲像这个陈碧慧讲的。这个钱真正嘛是要有性命通开啦，所以咱伫这个保障遮吼一定要做较够啦吼，就是讲出国遮这限制啦吼，伊当阵是讲限制伫咧病院啦吼，诊所遮咱敢有听到遮个案例？诊所目前是无受到限制啦吼，那但是当然林医师头拄讲的这个部分，阮伫医疗群组内底大家讨论真济，其实有一个基础的法源吼，就是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的防治法吼，内底是有一条有写这个部分。但是问题就是讲，在这种世界，伊朗啊、意大利啊、日本，大家上爱去日本、南韩，拢是有拢沦陷。咱其实嘛无可能去出国啦。但是这是一个起码一个问题，就是讲，我袂使，我防疫如同作战，我伫我的工作岗位我无落跑，这是我的做这个工课的这个天职哈。但是你限制我袂使去，袂使，这限制我的自由，这是无共款的物件。是，所以讲即马但大部分的即个医疗人员，吼，无论医师、护士，阮其实拢是真自律啦，吼，阮拢是感觉讲，好，即个时间阮配合政府，卖拍拍照。但是你要即阮自我要求的部分，甲你用法律来限制阮，用命令来限制阮，这是无共不同位阶啦，吼。所以即马当然。较幼路的物件无办法较紧，因为即马政府有真侪物件爱处理，这阮知。所以伊即马关于讲你即个请假爱安怎请，你后壁要安怎补助，要有偌济钱，互你这拢也毋知。但是我即马感觉是感觉讲，咱即马会使做的，就是先信任政府啦吼，先信任讲即个政府在即个疫情过去了后，在重点的物件防疫工作做了后。咱再来讨论讲，咱到底有偌济补偿？因不只是干那是病院医护人员，基层的诊所嘛是干叫，相当干叫。阮大部分的基层诊所差不多业绩落一半以上。一半以上。咱哪知吼？我开一个诊所，我毋是自身事业，我嘛是爱趁钱。是。
我若是无趁钱，我无钱，互我的医师无钱，互我的药师甲护理师薪水，我嘛无办法开落。会啊。我若无办法开落，即个基站的诊所若崩盘，或者是讲临时所在病院，若是病院崩盘。医护人员拢摕无钱，无通买饭来食，嘛是做袂落吼。但是我是讲了较夸张吼，但是这是一个真实际的情形。所以政府目前即马是咧冲即个防疫工作吼，咱即马先甲防疫工作做好，做好了，咱大家信任陈时中，甲防疫做好，咱信任苏贞昌，未来伊会甲纾困方案提出来。啊，未来蔡英文会甲总统会甲即个纾困方案提出来，但是大家即马嘛是拢去面看了吼。即马大概医护人员的自律是无问题啦。比如讲，阮诊所来讲，本来我有一个护士要去香港过伊的生日，我甲讲无卖去啦。伊讲，但是我生日我已经7月半年嘛，吼，那临时讲策划半年，伊一定要去。啊好，啊无那你去转来吼，啊你就当存自主隔离14天吼，因为我的诊所袂当你承受讲你得着武汉肺炎，然后小朋友来遮看。后来伊想讲好啦，头家我卖去，这是他的自律，所以我做一个头家，我嘛好保障，我保障也可能机票。但是这拢是阮付出的成本啦，防疫的成本嘛。啊，政府以后要安怎来补助阮，要安怎纾困阮诊所，要安怎纾困病院，要安怎甲这条钱落来了后，来到病院，来到每一个医师、护理师的身躯顶，这咱以后再来讨论。但是我相信这个政府袂互阮失望。到目前为止，包括翠安、包括隔离、包括护目镜，这物资的调配吼。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其实咱区泰源理事长做足侪工课。是，阮伫基层拢看到，阮对无喙암甲三天的库存，互阮有够，甲7天的库存，互阮有够，甲即马补甲14天。吼，所以一件一件咱拢咧完成，一件一件拢咧做了哈。但是讲实在，起毛也袂爽，我们一定能够理解了哈。起毛也袂爽，但是这个时阵只好顺着时钟走。好啊，信任苏贞昌，信任咱的蔡总统。这诊所咱看到这个案例啦，吼，就是讲这个政府防疫这地也够做了袂歹。袂歹，伊其实阮比如讲阮是做小儿科的，啊，耳鼻喉科还是讲家己科、内科，有咧看这个急性感染症的这个诊所。平常时就耳温枪，平常时就喙암，但是有诶科别伊可能平常是毋是这种传染性疾病诊所，伊无遐尼侪喙암，伊无遐尼侪耳温枪，这个时阵大家都抢啊，啊物资愈来愈贵，愈来愈贵。像咱即马喙암是咱政府来控制，所以喙암阮即马去甲医师工会配合阮，即马拢是免钱配。好，进前阮去抢到最1块、2块、甲4块，后来10块去中国大陆甲阮抢去，啊拢抢无。好，啊即马政府。唔免钱拢配合阮，所以阮即嘛是真珍惜来用。譬如讲，以我的诊所来讲，我嘛是限制我的护理人员，每一节用一片喙암，袂使加摕，嘛袂使摕等出去，袂使摕去转卖。这咱爱相信政府。但是耳温枪即嘛无政府无摄入去全面管控，耳温枪即嘛计价都对900、1000、2000愈来愈悬。但是大部分的我看到的业者，其实即马是全国的人民拢咧斗相共吼。有一个真侪业者嘛是想办法抢即个原物料做出来，成本价互阮。是，啊，阮嘛是精准配合每一个诊所。阮就甲伊讲，你买2支3支无办法，每个诊所上少1支。阮想办法拢互恁，大家拢有啦吼。但是讲实在，要是足侪人就会欠的，所以就这个节目嘛呼吁吼，耳温枪、口罩、隔离、护目镜，甲这个头套，咱拢爱统计。统计了后，有啥物缺口，咱就送互物资的缺口，咱就甲这个中央讲，啊，希望中央来替阮解决。啊，有一个这个中央这个机制来去做一个统计啦，毋能干那这喙암啦，头拄啊这个医术嘛讲吼，这个下温枪啦吼，啊，还有这个专心这个服务的这个部分，消毒的酒精，是，不只是咱诊所爱，学校嘛爱，啊，佫真侪这个商店嘛拢爱。哦，卖互这个。咱讲有的人有这个量，但是其实有的人也是讲有的诊所哈是无这个部分。即马是因为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介入哈，来帮助咱大家来配送，所以即马护目镜、喙암、酒精拢大部分解决了。耳温枪我想渐渐嘛会解决，但是以后咱唔知讲咱防疫开设到什么地步嘛哈，咱会需要偌济物资嘛，所以我是希望讲咱大家配合中央的政策，阮基层的。统计出这个数字啊，交予中央，啊，希望中央嘛来到甲阮斗相共。有影啦吼，所以这是咱诊所看到啦，但是咱这工会嘛有接到另外一种声音，是讲，这个喙암呐变较薄哟，啊，其实这是一寡这个
医疗人员，因讲这个本地咧用是一般这个外科的这个喙炎吼，这阵咧配是这个一般医疗啦吼，外科咧用甲医疗咧用有小可无关，然后继续请林家来甲咱解说一下。阮一般用就是外科的，用起来是有较高一丝啊，系啊，针对讲这个喙炎无够的问题啦，其实讲阮另外一个工会台大工会有对因台大的病院的内部做过一个调查啦，就是问讲因的员工一工会当摕到几片的喙炎安尼，有6成的是讲一工2片，有3成的超讲一工1片安尼。是。一工1片听起来是，可能民众听起来是真侪，因为即马是逐个人一礼拜刚摕3片尔，对无？但是对阮遮伫病院内底做工课的人来讲，一工1片有无够啦，因为阮的有喙炎有一个原则，就是讲你若是有喂垃圾，就爱换。譬如讲，阮咧做工课的时候，爱甲病人抽痰，抽痰若是去互喷着。这就袂当用啊嘛，就爱换一个新的啊。所以一工1片，甚至讲一工2片，有当时啊拢无够。嘿，阮工会这部分就是嘛有送公文去互迄个机关署。机关署嘛有回文讲，但是伊内底就有明确的就讲着讲，若是讲有病院无要互你换喙炎，你会当去甲机关署反映，机关署会当处罚这个病院安尼，系啊。搁有吼，就是第2条，阮迄个公文内底嘛有讲着讲，因为即摆的喙炎是就是政府来分配予病院，阮是希望讲会当公开透明啦，就是即摆台北市卫生局已经有公布，就是讲安怎分配的数量，分配去互多一个病院，这种是有公布的。阮是希望讲。咱全台湾的地方政府拢爱，嘛是爱照这个原则安尼办理啦。嘿，有影，这是咱这个台北市这个医师教工会啦吼，因这个心声啦吼，咱继续要来看讲，其实防疫吼，唔那干那是这个医师啊吼，全民拢爱有这个防疫观念。尤其咱讲着吼，你若是有去过这个疫区的吼，倒来台湾吼，千万都唔通搁坐这个大众运输的这个工具啦吼。所以咱即摆政府嘛咧。推测这个或者是防疫专车啦，咱先做伙来看。为中港澳、韩国、意大利一拢入境台湾的旅客，有摕到居家隔离通知书的，依规定袂使坐客运、铁道运输等大众运输工具。除了请亲友来载，为今仔日开始，会当坐机场的防疫车队，有专人专车帮你服务。在7天的宣导期之后，需要居家检疫的旅客，必须要按照这样的方式返家。如果有违背的，会按照相关的法令处以10万到100万的罚款。机场的公司表示，目前为中港澳、韩国转来旅客，每天超有300人。机场防疫车队起驾第1天，桃园机场整合排班计程车、和租赁车业者，总共620台车，台面，予居家检疫的旅客为机场转去厝内。第1程是以计程车跳表，当程是坐租赁车，是高铁2倍的计效，1000块起跳。我们在车辆每一个完成任务之后，回到车厂的时候，我们执委会就会添购设备去帮他做全车的消毒，会让他做得更彻底，让旅客搭乘更安心、更安全。桃园机场计程车的组委会表示，检疫车队起行，除了基本的消毒，任务完成了，司机的喙炎佮有手套拢会全部换新。平常的等人客的时阵，计程车的窗仔门会全部拢开，互空气流通。人客坐车了，避免开港，而且甲窗仔门开一旁通风，确保有一个安全的坐车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遮啦吼，排班的客运车团体哦，都有这个620台车已经做训练啦吼。咱继续来请教咱这个黄主委啦吼。其实咱遮的训练伫12月就开始啊吼。是，其实阮的训练为12月就开始啊。差不多因为政府因为政府这个新的规定，就拄啊，大家拢知影，就是讲为昨开始的时阵，今仔日哦，今仔日是3月初4，今仔日开始，这个对于这疫区转来这款的需要居家检疫的这个对象的民众吼，这个部分阮有特别的之前在电影公司定义是讲，在执行这个
防疫车队进行的时阵，就特别够请这个机关署的一个医师来讲，特别的在教育，训练对训练，各讲解讲相关的知识啦。是。这个教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知影这个代志，就是我们分辨的一项代志，顺便甲各位观众、甲各位来宾来分享一下。就是讲疫区的这些所谓的疫区需要居家检疫的东西，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第3类的那种疫区的这个民众登来的时候，就要居家隔离14天嘛。这个就会他就19在那机场内底就会开一张叫做需要居家检疫的通知书啦，通知书。民众摕到这个通知书的时候，伊应该照理讲就应该登去厝的，个该自我管理自我管理啦，管理14天嘛。是。要毋过有一款状况就是讲，伊是这个疫区转来的人，要毋过伊有这个发烧跟那种呼吸道的这个症状的状况的时阵，伊这个人敢有可能运载着，因为这变讲是风险更加增加的，更加大的风险。对司机来讲，风险更加大。阮这上这个课了，我才知影讲卖出来。卖出来。安尼讲。这个部分伊在头前的时阵，因若是讲有个迄个红外线迄款的甲伊降温到的时阵，你若发烧，这个机场就甲你冻起来了。伊就直接讲那个救护车就直接到那个筛检什么那些有往那个过程去，伊就袂够出来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手机上这个课了，我就转来就会使跟我们属于个较安心的来去做。事实上跟大家分享。第二个就是讲，如果这是第三类的这疫区的转来吼，那是第二类的。第二类转来，那基本上是所谓的自我管理，就是自我在家里面的管理，迄就较袂讲去管制讲你一定爱直接登去厝的迄款的，乖14天的，伊同款是14天，但毋过伊会自我管理，迄个较灵就对啊。重点这个部分伊转来，但毋过伊有扫，伊有扫，还是讲伊有这个发烧的这个状况的时阵，这有可能出来无？嘛是有可能。会出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伊是针对这个疫区的这个第3类，才需要伊在开这较重的这款的所谓的居家检疫的通知书的这款的，这个部分就是阮在。你若是讲像这第2类的这款部分，伊无这个居家检疫的那个通知书，要毋过伊会出来，伊嘛会坐咱的车。所以呢，伊对阮来讲，伊毋是防疫的车队爱去应付的。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讲这点？就是讲阮上课了解这个状况了的时阵，我要毋过我赶快有信心会再甲伊载。为什么？因为阮为12月开始，阮迄个时候已经分袂清楚，你是为倒一区还是倒一款的。其实阮就一直在做防范。我就防范的撇步。对，我准备坐吼。来甲各位介绍一下，阮是安怎防疫的？发布是啥物咧？对，阮的发布是安怎？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这可能你在外口新闻在看讲，外口的车队都是戴喙安，个无手套，即摆无手套。因拢是甲讲，阮有一个就喷酒精，安尼去去消毒啊，是安怎？阮的部分是喙安，个手套在载着去载人客，这个部分。我免带大家看啦吼，就是讲，阮有喙安，个有这，阮的上课处吼，阮的派车的所在吼，拢有一包，这就阮有防疫包。我人客出来是，若是讲居家检疫的这款的时阵，你司机吼，自迄天就开始，阮就做啥物动作？你来讲人客讲，我是要居家检疫的这款的吼，阮就爱开10箍买这个物件。为啥买这个物件？其实伊家己身躯有一个。个手嘛有一个手套吼，伊人客落车了，伊就爱甲迄个弹条，一抓弹条，了再个挂这新的。等于是载一个人客就等一个，就等一个。阮进前就是拢已经安尼做啊。是。就那政府有这个为3月初是开始，今仔日开始，伊有补助业者，就是阮客人车这个部分。对，这个部分我现在在讲解释。是。对有这补贴的时阵，阮这个物件就等于讲是。有一寡，等于说阮自动消耗的这个部分，就变做讲有一寡保障啊，这是假好的，对阮来讲假好。阮个有一个就是讲，还有一个利器就是讲，阮家己个有这个随身携带这个酒精的部分，这个酒精就应该是讲算讲较细部的，在手部的这个部分，阮感觉讲这个人客
阮买酒车的时阵，阮就会讲歹势配合一下。哦，你先帮伊喷一下就对啊。因为你为迄个所在来，你坐无人机，你东碰西碰，碰弄到一寡物件，阮嘛唔知影，所以拜托你配合一下，就这个部分我就喷一下，可以来去喷一下，迄个麻烦你小消毒一下。是，这个部分是细部的。啊，我还有一个。内底我有准备一个，这我为什么包起来？因为这个水是不能透光的那种，伊透光了的时阵吼，因为记光了的时阵，伊效果会较歹，这个就次氯酸水吧，大家知影嘛吼。啊，这个部分大家人去落车的时阵，我第一个我会先为后壁这个空间吼，先甲伊喷，我甲伊喷，这个空间，因为这个伊的业者的说明是讲，伊会使杀空气中的细菌安尼，所以阮就先喷这个部分，这是算讲大面积的这块的部分，阮是用这个部分，所以阮的防疫的动作拢有在做到，阮家己拢感觉最安心的，所以今仔日哦，从政府讲开始讲，要建立防疫车队的时候，恁早就开始做。其实阮命单是无阮600台，其实都要报620台吼，600台是阮的。20台是租赁车，所以阮600台内底250台就随命单就已经报出来。哦，因为什么？阮有信心。是。哦，这个部分阮若有信心，阮就加载。上公都知影。哦，迄个危险的其实拢在内底动。拢炸起来。拢炸起来。好第二类的迄款的，虽然讲有扫有安怎有出来，歹势伊嘛是戴着口罩。伊嘛是爱戴口罩，嘛是爱阮消毒了再上阮的车。是。阮的行驶中间。阮就保持那个窗户拢会微开吼，空气拢会在流通，所以阮会钓的扣伊画到的这个机会真少啦吼。所以咱讲会当减少亲像进前这个台中这个案例啦，白牌车这个司机吊病这个部分。伊拢没有那种一款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观念无啦，咱第12月就开始做啊。对，阮12月就开始做啊啦。是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今仔这个防疫客运车上路啦吼。服务的对象，咱头拄讲就是这个疫区啦吼，中国、香港、澳门、这个韩国、意大利、伊朗等等这个国家吼，差不多有9个这个疫区啦吼。咱讲3月初4开始，交通部就提供这个防疫车队，这个点对点的这个接送的这个服务啦吼。咱讲3月11开始，若是违反这个规定啦吼，咱讲会当处10万至100万的这个罚款啦吼。另外的车队的这个数量差不多600台啦吼。有20台，头拄仔咱这个主要讲是这个租赁车。另外咧，这个跳表的这个方式有分区啦吼，就是讲你若是台北、上北区，甲这个基隆啦吼，桃园、新竹这地区咯用跳表的。啊，若是自这个要去甲中南部，桃园机场甲中南部啦吼，苗栗差不多1000，屏东2950块啦吼，东部收费是宜兰1000。花莲1750啦吼，啊相关的这个做法的，就是讲这个车队啦吼，自愿来加入啊，接受到咱讲的这个主管卫生单位这个训练，另外的这个专程拢爱挂这个手套、喙罨啦吼，啊但是嘛是爱开这个塔门，另外的这个咱都要讲的消毒是真重要这个代志啦吼，啊若是讲决定无要搁担任，就爱伫这个厝这个自主隔离14天啦吼，咱搁继续请诸位啦，先那。决定无要搁继续担任，爱伫这个自主管理隔离搁14天咧。因为你这个部分你算讲任务完成啊，要毋过咱讲唔知影讲你中间你有载着人的这个伊的状况是安怎？啊咪你就先家己就先做这个部分，嘛无咱就当作讲，我今日已经无在载这，伊就感觉放心的拍照，但也是讲什么动作拢较做较灵啊，结果咧，伊的载的载着的当家，结果是确诊的，咱就这个时候你就要录就拍录啊，所以等到你讲你要确定要退出的时阵，阮迄个时阵你就爱乖。你家己自我管理14天，安尼较好，莫讲迄个，因为你松懈了啊，你所应用咧蔓延迄个病菌的迄个传染的迄个部分，煞变做扩大，因为你无注意啊，你就想讲我已经无啊，其实你的无毋是无，你的无爱待到14天以后，你上后面一个人给载了14天，我才感觉讲你是无的，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这款的要求。是，所以这个。跳表这个方式啦吼，这个地区啊，这个民众这个接受，应该还搁一段时间来考验啦吼。你感觉民众这个部分？没有，这个部分我来解释一下，可能你就大家就会较知影，就是因为这个伊拄仔讲的，我拄仔讲到讲，阮的奖励的部分，3月初是开始为对业者这个部分有奖励嘛吼。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
民众这个部分，因为你既然讲要求我讲袂使坐大众运输工具，为什么袂使？因为迄是本来较俗的问题，我本来要转去我高雄，转去我台中，我坐迄坐捷运，就算讲我先开到高铁啦，好啊，我嘛千外箍，上这千外箍就会使到位啊。啊，结果你要逼我去坐我客运车，我甲你讲，我客运车若是讲跳表跳到为桃园机场跳到高雄哦，1万箍。1万箍。爱1万块以上啊！所以这个收费的标准是更较俗啦吼。啊，所以咧，伊就变成讲，你这个政府定这个讲，我今仔日我为这个所在转来，你叫我应该居家检疫，你叫我爱袂使坐这款的大众运输较俗的，要毋过你逼我去坐这款较贵的，叫无道理，我感觉变做什么？还价的犯罪的人，赶快要甲我处罚的呢？刚才讲我为这个所在，我是高不离3种，再为遐转来，结果你是要甲我处罚，叫我一定爱开万外箍，所以伊既然讲，伊就是想到这点就是配套的，就是讲你要鼓励我业者，放心啊载一寡人，吼民众这个部分，伊嘛是爱考虑讲，你莫开遐济钱，所以有一个补贴的这个方法。啊，你怎啊看到讲，这个补贴的部分就跳表。有一个跳表的区域，就是讲我客运车来负责。为什么？这个区域就是讲我桃园机场，以桃园机场这个点来讲，我这个桃园是我的在地，吼，本地的我的营业区就是新北市，啊个台北市，啊个基隆，啊阮用蔚蓝行就是到新竹，这个是阮的营业区。这个部分内底你载到的，吼，我拄仔讲桃园，桃园这个部分你来载到一个500块，伊政府国。你甲人个收500，伊政府讲补贴你500块。哦。为什么？因为伊惊讲你收底你袂愿载，袂载，袂想要载吼。超过桃园之外，我拄仔讲的迄其他的区域，这个部分就是你来讲是跳1000块，是佮补贴你3成就对啊。哦。伊就1300块，你甲人个收1000块，转来伊佮互你300块。所以对于这个乘客来讲，已经较俗啊。啊，咱个这个业者来讲，也是讲司机来讲，佫有这个补贴的这部分。因为民众来讲，我必须解释一下，就因为拄仔讲的，伊跳500块，民众是一线拢无咧优惠就对嘛。伊讲咱较长，伊个金额，因为伊金额较少，所以认为讲民众袂感觉讲我逼你安尼的时阵，你叫我开较济钱，你本来就是爱开遮济钱的啦吼。要毋过你叫我去高雄还是台中，本来我开1000块、800块、800外块的物件，你叫我去开4000块、1万块安尼，这个伊就较袂讲袂过，所以伊就有一个部分，伊就有一个补贴这个民众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就有一个表啦，吼，啊，我有做功课啦，因为你我有做功课，要毋过我相信你嘛应该拢有啦，啊，要毋过我讲较清楚，我稍微解释一下，你就知影讲。为什么甲阮600个，甲个20台的迄种算是防疫车队的部分，就是讲，这个阮的部分，以我桃园来讲啦吼，我的桃园这跳表这个部分，就拄我讲我迄个区域是跳表的。是。啊，超过以南的，就是苗栗开始，伊就苗栗的部分，虽然讲伊的高铁，那伊是用高铁的迄个收费做标准。高铁的金额，譬如讲，你只要为桃园坐到高铁是300外块，伊就是2倍的价钱。譬如讲300，就乘以2变600。是。啊，600低于1000对无？你赶快爱付1000块。所以民众迄个部分伊付1000块，要毋过伊的租赁车，以我客运车跳到遐去是差不多爱2800。哦，2800、2800的价值哦。啊，伊就变成讲也新1800块。哦。啊，要毋过不管安怎。你这个到苗栗，你只要出1000块就好啊。吼，啊，伊就那，因为我一定要用跳表，我客运车一定要用跳表，政府规定客运车就那拢一定要用跳表。这我唔知恁知影无？客运车一定要用跳表收钱，袂使划价袂使。是。要毋过杀人会使，租赁车会使。哦，啊，伊就那要补贴民众的这个部分，你若是讲用满足我这个客运车的金额，要毋过。伊甲租赁车包车会使，以高雄来讲啦吼，6000外块到位，租赁车会使，客运车袂使。袂使。啊，有2个业者，一个出计销是6000外块，一个是1万块。啊，我明明会使6000块的人去走，啊，为什么要互你1万块？所以虽然我客运车就无法度接受讲，底我载，长个伊载，要我歹势。这个物件是有竞争的业者，为业者竞争的，啊，伊会使选择讲安尼，伊会使开较少，所以政府补贴比到高雄来讲，
1330块是高铁的价钱，乘以2是大家爱付的2660块。吼，要毋过事实上，吼，伊1万块，也是讲7000块到遐，伊会使拢会使升4000块到700-8000块。是。所以咱讲这嘛是这个政府为着要疫情啦、防堵啦吼，惊这些人去鼓励民众来坐咯。你莫讲为着这省这钱去坐这大众运输工具，大家拢为着啊。有影啦吼，这嘛是对于这个咱讲医疗体系吼，卖帮办嘛是真重要这个部分啦吼。咱最后请这个医师来甲咱讲一下吼，咱安尼看对，咱讲政府的政策，看到这个防疫客停车，其实嘛当吼全球拢去学习啦吼。是，我是感觉非常之重要吼，因为咱台湾本地WHO 是讲，虽然咱无办法加入。但是伊一直咧甲咱唱，所以讲咱大概是第2惨。是。结果咱即马咱的病例数看起来是排10几名、20名去啊，是全世界上好啦。即马就大家咧讲，川普若是控制了无好，伊就免选啦。因为即马美国控制了，那想无咱台湾才好。是。比如咱头段防疫计程车来讲。我若是拄到一个爱转去病院的患者，若无即个防疫计程车，我就要叫救护车。是，这其实对咱医疗资源来讲是非常的压力之大。有影啦吼，嘿，所以咱讲今日咱讨论到这啦吼，防疫计程车真正上路，啊，这倒来疫区的人真正是千万唔通搁坐这个大众运输啦吼。咱有这样好这个政策，大家都要好好来使用。今日非常感谢，小来宾感谢。